想過，到底今天你有否聽過？無食物住處身有病，無望再等日子過。到底今天你有否聽過？到底今天你有否想過？無人照顧給關心，無人奉上一點關注。神啊，你教我愛人如己，我今天似在夢裏。神啊，你教我愛人如己，我今天請求你差遣我。你們若有行善的力量，就不可推辭，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悅納的，是他所喜悅的。到底今天你有否知道？到底今天你有否清楚？救主大愛不偏心，貧窮受苦他也經過。到底今天你有否知道？到底今天你有否代求？祈求上帝給醫治，祈求上主用你。神啊，你教我愛人如己，我今天似在夢裏。神啊，你教我愛人如己，我今天請求你差遣我。神啊，你教我愛人如己，我今天似在夢裏。神啊，你教我愛人如己，我今天請求你差遣我。